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这是台湾之光。屏东练体操的查某囡仔林怡晶，到新加坡参加着体操的公开赛，摕到跳马甲平衡木这两个项目的金牌，再加上团体比赛，总共替台湾摕到3块金牌。刘丽跳起的平衡木，伫咧顶面跳体操，虽然做抛车轮真困难的动作，落尾落地是表现甲真才个优雅。伊是屏东体操查某囡仔林怡晶，伊挑战新加坡的体操公开赛，替咱台湾赢3块金牌。跳马项目同款表现甲真了得，伊跳起哩伫咧半空中拍滚，互全场拢看甲拍扑啊！这一个跳嘛替家己摕到第2块个人金牌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新加坡公开赛，上场前很紧张，是比预期还好的成绩。虽然表现还不是最好，但下周的亚锦赛我会再继续加油。伫咧海外得到公平是不加欢喜，不过讲比赛进程状况无好，教练嘛讲因为伊无咱无呢，就该念几挂，想要到这尔有效果。屏东出色囡仔飞到新加坡参加比赛，好消息传到来台湾，副馆长周春美马来给祝福恭喜。谢谢怡珍全力以赴，这面金牌对屏东的体操迈向国际非常重要。坐飞机登来台湾了后，率来伫6月中到一场世锦赛，有3块金牌加持的林怡晶，会继续替咱台湾争取公赢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